来看检方接到检举，指控台南市调处新营站一个姓林的调查官涉收钱涉入个资哦。检察官发动调查，去伊的办公室甲徛家等所在来敲找资料，嘛查考相关的证物。另外，台南嘛传出讲有一个姓何律师协助诈骗集团的成员规避调查哦，佮涉入情报已经互羁押禁见咯。法务部调查局调查班结业典礼上，全体学员徛起来宣誓。学员强调，好将国家法令未违法渎职，但过即马煞有调查官涉案。台南市调查处新营站一名姓林的调查官，互检举泄露个人资料，也涉嫌甲案件当事人有不当金钱的来往。检方指挥中基站警员去伊的办公室甲徛家敲找。台南地检署证实这件代志，不过因为案件侦办中无说明案情，只透露姓林调查官涉嫌重大有串经未经考虑，已经向法院声押禁见。同款发生在台南的另外一个案件是有律师涉嫌加做诈骗集团帮凶，一名超过20年的资深姓何查某律师，亲像利用律师的身份背信了后，泄露侦查秘密，直落互检方声押。本案被告为职业律师，以律师身份同时担任诈欺集团成员及告诉人之律师，显然有悖律师伦理规范。我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，然后律师他自己本身又知法玩法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民众的话，完全是没有办法去抗衡。一般我们都认为律师应该要坚守他的法律专业，而不是来协助犯罪。这件事情是不是凸显了法律制度的漏洞？电院认为，犯罪事实共安被告证人的论述，拢证明姓何查某律师涉嫌重大，蔡准羁押搁禁止接见通信。涉案律师事务所对此事也无回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